Hi， 大家好啊！今日2026年4月10號，我係 Anna， 去完銀行喺旺角途經泰式餐廳，試佢53蚊經濟午餐。請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 ！Let's go！ 就係呢間位於旺角嘅亞來泰式地道風味餐廳，唔算太大間，牆上面呢都貼滿晒所有泰式地道美食嘅餐牌。今日嚟試53蚊泰式豬髀冬陰功湯金邊粉套餐。套餐仲有3款選擇，有海南雞、雞絲紮肉、豬頸肉。加3蚊有凍檸茶，茶味都幾香濃。豬髀嘅份量都幾多嘅，睇落去呢湯都好似幾辣。呢個豬髀呢係都幾瘦嘅，豬皮呢都好似幾腍。豬皮呢食落去呢都幾腍滑嘅，入口即溶。有少少嘅豬髀呢係比較鞋同埋瘦，仲配咗一小片嘅生菜。麵條煮得啱啱好，麵質都爽口彈牙嘅，索咗啲辣嘅冬陰功湯都幾好味。有啲大嚿嘅豬髀呢都夠腍嘅，爽口彈牙，味道唔錯，好食。豬髀嘅皮呢，爽之中呢又帶腍，非常之腍滑好食，仲帶少少肥膏。冬陰功湯底呢勁辣嘅，酸酸辣辣咁，味道唔錯。爽滑嘅麵條，索咗啲湯，幾好味。一日泰式午餐56蚊，唔使加一，經濟抵食。以下係今日餐廳嘅 menu， 供大家作為參考嘅。今日分享係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